范國威議員咩問題？主席，我而家係選擇以站立嘅形式咧，係要抗議同埋譴責政府同埋警方係去政治迫害同埋呢個選擇性嘅檢控。范國威議員，現在行政長官發言，請你坐低。范國威議員，如果你再唔坐低呢，我唯有命令你離開會議廳。范國威議員，立即坐低。我命令你而家立即退席。秘書。范國威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其他議員，我正話已經提過啦。如果你喺座位上邊喧譁呢，我亦都會要請你離開會議廳。行政長官，多謝主席。同時亦都會阻礙政府推出各項財政預算案提出嘅紓困措施。對唔住啊，梁國雄議員，梁國雄議員立即離開會議廳。黃毓民議員、陳偉業議員、陳志全議員，全部立即離開會議廳。行政長官，請你先休息一陣。立即離開會議廳。